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等候。当咱伫主的面头前，咱有听候，伊就要伫咱的生命中为咱陪伴，互咱的生命伫伊的帮助的内底，引带咱，互咱行伫上帝永远我的道路。求上帝帮助咱做伙伫安静的中间来听候主。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来到主是阮宝座前，通伫人面稳定到我耶。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高米等天光，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伫早时学落伊的慈爱，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管带，伫伊面前摆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来。我要忍耐听候耶和华，亲像高米等天光，伊暗时称赞伊信实，伊早时学落伊的慈爱，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管带，伫伊面前摆了一切，我的帮助是对来。主帮助咱，互咱伫伊的内面，常常用伊的话，成做咱生命中的照伴，成做咱的拯救，成做咱生命的管带。当咱倚靠伊，听候伊的时，伊就要亲自伫咱的生命中带来新的亮光。只有伊是我的照伴，我的拯救，我的管带，伫伊面前摆了一切，帮助是对来。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也要主心仰望伊。伫暗时称赞伊信实，伫早时学落伊的慈爱。感谢咱的主，咱做伙同心伫伊的面头前，三甲同心来祈祷。主，阮专心听候你，恳求上帝你的灵充满阮，互阮单单伫安静的中间来听候上帝你的心意。当阮专心听候主你的时，阮就要专心注神看主你。通过你的话语，阮也要明白伫阮生命中极其需要的帮助是要对倒落来，就是对上帝你生命的亮光、生命的泉源，互阮会当真实常常安静家己，来领受上帝你活命的心意。愿上帝你引带阮下面的时间，带领阮通过阮所看的圣经节，也搁一摆来帮助阮，互阮找找到阮生命中的亮光甲生命的方向。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上帝话马太福音书26章第1节到13节。马太福音书26章1到13节。
上帝的话这样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是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耶稣他在此特别强调一个他之前所做关于自己受难的一个预言，特别他为了说明这个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样代志嘛是上帝所有定的。所以耶稣他说完了我们好几个礼拜之前在谈到的25章这些故事当中之后，他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纪念以色列人得上帝的拯救出埃及的一个特别的节期，也就是说透过逾越节再次来分别属神的子民，上帝要拯救。特别在耶稣要即将受难之前，那耶稣他对门徒说：你们知道吗？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我想在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节期，逾越节即将要到来，但是耶稣也再一次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的受难也要即将要开始。所以但是我们从今天在1节到第6节里面，特别在第3节到第6节里面，特别第5节当中，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为什么？那在逾越节期间这个搬过节了逾越节台语叫搬过节逾越节期间，耶路撒冷特别会聚集很多人，往往是平常的5倍之多的人，非常多。倘若这个时候这个祭司长或这些长老这大祭司在他们如果商议在这个时间点拿下耶稣，抓走耶稣的时候，实际上会让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人注意到，那特别会引起这些骚动。那如果逾越节又到了，何况那么多人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可能会造成大家非常质疑或者是暴动，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些祭司长或者是民间的长老，他们在商议要拿下耶稣的时候，他们特别的小心。之后呢，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的第6节，耶稣他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面，那突然间有一个女人，她特别就拿了一瓶这个极贵的这个香膏。那我们知道，当一个爱主的人，他会惦记着期待说将他一个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的时候，献给他所爱的主的时候，可是门徒呢看见这个画面他们非常的不喜悦，那甚至说偷贼了这么枉费，这个香膏卖很多钱呢，可以帮助很多人呢。但是耶稣看到他们的心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为难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各位弟兄姐妹，马太他在这边记录这一段故事非常的特别，他特别
没更改告诫所有的读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观看这个故事的信徒，其实最虔诚的基督徒难免往往会受到世俗价值观的影响。简单这样讲，今天你要奉献给神最好的当然就是金钱嘛，但是如果金钱要奉献多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说，这些钱我还可以做更多的利用，可能在我的生活，可能在我的家庭，可能在我所要做的事情上面帮助穷人，就跟今天门徒所看见的这个画面一样。他们就会说怎么这么浪费啊，这个钱这个香膏可以卖很多钱，还可以帮助更多人。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奉献给神都有他非常特殊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我们不能够用他的钱的多寡来看待，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把我们所奉献的金钱，我们知道我们奉献的，假设我明明可以奉献1000块，可是我却把这个1000块我自己把它拿掉一些，譬如说我拿掉100块好了，我曾经也这样做过那我原先想要奉献1000块，因为我原本就应该奉献1000块，可是我却把它拿掉，我把它奉献100块，那我就会认为我多出了900块，我可以做更多的利用。那可是这100块呢，却不是我原先要奉献给上帝最宝贵，就跟这个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经节当中的这个女人，她拿一瓶最极贵的香膏，所以这个价值就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个世上的很多的价值观而取代掉比我们要给上帝的还要大还要多。所以呢我们奉献，我们要将奉献对基督徒来说，把这一件美事看作是比起世上的一切的价值还要来得重要。所以呢，当我们为了要帮助更多需要的人，可是如果我们却没有用智慧来善加的给予，你以为好，我认为我是要拿这些钱去做更有利用的价值的时候，可是往往不见得。当你为了要帮助穷人，可是你却没有好好的善加运用，你以为你拿钱去帮助这些穷人，我为了要省掉我的奉献给神的，可是原则上你在帮助这些穷人，你也没有智慧，你把奉献给穷人的钱，结果奉献给他，结果这个穷人你也没在关心他，也没有在关心他最近的生活状态，他最近拿了这些钱以后，他怎么善加在运用。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我们拿钱在帮助穷人，可是却很多时候我们却让这样的穷人成为造成社会的混乱，甚至呢有更多的穷人，他假借需要施舍的这个名义来让人怎么样，让人给予帮助，但是他却为他的生命带来更多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爱主的人做事情要懂得怎么样光明磊落。我们从今天这段圣经节里面，我觉得这个女人她用最贵的，我觉得可能是她存很久，然后买来，然后将最宝贵的来献给神。我觉得这个心意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一个态度。很多基督徒，我们不会为了我们要奉献的金钱而好好的储蓄来奉献给主，我们会为了储蓄而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甚至为了储蓄而让我接下来的生活能够无忧无虑。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应该要奉献给神的，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么做。很多时候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上上帝他不喜悦，而且上帝不会加倍的祝福你。所以注意，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圣经节，其实在耶稣旁边有很多人都在看。这个女人她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候门徒或者是在旁边服侍耶稣的人，他们退到旁边的时候，她马上抓住那个时机，她光明磊落的，她不避讳人群，
而在主的面前马上去做一个很重要的行动。他为了要为主做见证，就是要让这个他所尊崇的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得着荣耀，他用最宝贵的献给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朋友们、家人们，我们要记得，一个爱主的人，他不仅在服事上，在人的面前是光明正大的服事神，在他的行为奉献的态度上也是光明正大的，在神的面前光明磊落，在人的面前也是光明磊落。我要祝福你，如果你在神的面前，当你有一笔上帝所给你，甚至你也知道这部分的金钱是可以奉献给主，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就如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女人，她用最宝贵的香膏来奉献给主。我们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要有爱的，那份爱绝对不单纯只是你为了要表现给人家看。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心中你的所作所为是否有真实的爱。当你说你爱教会，可是你却无法用最简单的一个基本的行动，即便你没有钱，但是你还是一样，我懂得，至少我一定要把我的奉献给主的金钱，每一个礼拜我都先把它预备好，放在祷告当中。可能这个礼拜你可能收入不多，但是我们就会试着，你一天应该可以一个礼拜你应该一天可以存个10块钱吧。我记得我在国中还是高中、大学的时候，我们身边没有很多钱，可是我知道我的母亲告诉我，每一个礼拜你奉献至少要100块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努力，我开始精打细算，我今天买了什么饮料，我要把这个部分把它拿掉。但我这些饮料，现在饮料都非常贵随便就20块、30块。可是如果我一个礼拜我不喝饮料，一个礼拜我每一天省个10块钱，我一个礼拜天我来到教会，我至少有60块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预备来到神的面前做预备的工作，要奉献给主的工作，我其实牧师真的蛮鼓励各位，我们一定要好好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其实我们奉献给主，我们普遍我们存在的是我们用行动做给人看的服事，但是我们在基本的奉献上面，我们却没有做好应该做的基督徒的本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摆上，用最宝贵的献给主。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向主有爱的基督徒，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的生命会有更多踏实的生命。一个实际在上帝面前看起来，如果没有爱的工作，他所做的很容易会让人看出是有诡计的，是因他自己的利益，是他因他自己的个人的形象所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是要成为一个爱主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卖主的人。什么是爱主的人？爱主的人光明磊落的行为，奉献，与人交谈，与人招待打招呼，与人彼此应对，分享跟见证。一个卖主的人是什么？他的行动就是鬼鬼祟祟，他怕见到人，而且喜欢躲在暗处。所以牧师鼓励各位，不管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在你跟人群体当中，不要做一个鬼鬼祟祟的，好像怕见不得人的那一种生命一样。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是有爱的，让我们的生命是有光彩的，让我们的生命是活得有价值的，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有爱的生命，我们会用行动来见证主。求主帮助我们，
圣经在最后一节，我们今天所看圣经的最后一节13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你在上帝的面前奉献什么最好的？求主纪念。耶稣说，祭品的善行其实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但是这爱主的枉费其实是会永远被纪念的。要记得，在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所奉献的，对门徒来说，你哪叫偷贼这么枉费？我要问各位，爱主的枉费，还是你认为你要把那个该奉献给上帝的钱拿来作为你自己认为要帮助别人，你自己认为你需要帮助？求主怜悯，也求主纪念，帮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你的行动，无论是你对人的爱，牧师都期待各位在你所属的教会能够做好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去到教会爱主，服侍神，服侍人。当奉献的也应当要奉献给神。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摆上那最宝贵的生命，也为了要救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也求主你怜悯我们，再次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有光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有信心跟盼望。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学习，像这位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位女子一样，学习将最好的奉献给主。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自己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基本的我们应当奉献的金钱，但是我们却没有真实落实来做。我们往往为了我们自己的需要，看待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忘记了上帝国度的需要。求主你怜悯我们，再一次帮助我们，让我们抓住这个最基本爱主的机会，将最宝贵的献给主。愿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在观看直播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家庭因为我们愿意奉献的心志，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家庭。愿主你赐福大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主，真正爱到我们的心里面，而帮助我们让主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活出有爱的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心中许多的惶恐、忧愁、挂虑，都能够因为主得着帮助。我要听你的歌声，我要听你的歌声，因为上帝遐尼疼我，我要听你的歌声。我
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求上帝帮助咱。咱来知影上帝疼咱，咱来知影咱的主因为疼咱，奉献了伊上宝贝的囝儿耶稣基督。咱嘛着学习将上好的奉献予主，疼主着疼入心，疼人着疼入心，帮助人咱嘛着疼入心。求主帮助咱，互咱无得看路，只有将咱的忧愁看路，甲主讲，上帝有在。